有預算想入坑 Patek Philippe，甚至係想由入門一路玩到去畢業，到底咧應該點樣揀呢？今日我特登喺一櫃 PP 入邊咧就精選咗5隻，佢哋唔係最貴，但每一隻咧都代表住 PP 嘅一個重要面向。由最新嘅話題王 Cubitus， 到最經典最百搭嘅手雷，再去到收藏級藝術品級嘅珐琅面世界時間。今日唔同大家講複雜嘅參數，今日只係講佢哋真正毒喺邊度。首先一定係要講全場最焦點嘅 Cubitus 呢個系列咧係 TED 25年嚟咧第一個全新嘅系列啦，一出現就已經係話題到爆標啊！我手上呢隻咧係一隻半金嘅版本，佢係一隻玫瑰金鋼啦，咁佢呢個咧係一個蝴蝶扣啦，加埋呢個深藍色嘅表面啦，咁啊佢有啲橫紋喺上面啦。實物咧好有質感，佢個形狀咧唔係圓，亦都唔係方，咁 PP 叫佢做 square shape， 咁上手嘅感覺咧係比呢個 Nautilus 咧更加大氣，更加 sporty。帶佢出街咧識貨嘅人咧一眼就知道你帶緊最新最熱嘅 PP。Cubitus 係 PP 對未來嘅一次表態。第二隻啦，Aquanaut，講完新世代咧，要攞翻隻老前輩出嚟對比翻啦。咁啊呢隻 5167A 手雷，佢之所以咧咁受歡迎，因為佢喺 PP 入邊咧最完美嘅 daily watch， 非常之薄啊做得。佢係一隻全自動嘅機械錶，你睇到佢透底嘅機芯啦，佢個灰色嘅面盤咧加上一條橡膠嘅錶帶咧，呢種低調奢華咧係其他錶好難做得到啊！佢咧夠薄，夠輕，夠舒服。5167咧就係永遠唔會輸嘅經典，仲一隻你日日會戴嘅 PP， 亦都唔會後悔。咁第三隻呢隻咧，我係 6119G， 你睇到佢咧係有啲巴黎釘紋喺度嘅。如果你覺得運動錶太 casual 咧，想揾翻 Patek 最純正嘅靈魂啦，咁一定要睇呢一隻 6119G， 做得係非常之薄嘅。佢係最正統嘅 Calatrava， 咁大家一定要睇下佢個錶圈，叫做巴黎釘紋啦，係 PP 最色力場最經典嘅設計之一。佢一格格嘅切面咧，係反光係非常之靚，低調得嚟，但係一睇咧就只係啲高級嘅嘢。咁佢呢一代嘅尺寸咧就調整得好好嘅，咁咧就再配埋呢個小秒針咧，簡單咧斯文啦，係個氣場咧都係好強勁。個西裝戴住佢咧，成個人咧就即刻唔同晒嘅感覺。咁 6119G 咧係 PP 嘅靈魂所在。再嚟講下第四隻啦，呢隻係世界時間啦。咁佢咧係叫做 5230G 啊。你睇到個錶面上面咧，如果細心留意咧，zoom 近啲俾大家睇下。呢個錶殼上面咧，由喺10年前度咧已經 check 過晒佢啲英文啦，好特別嘅就係香港啦 Hong Kong。咁而家咧新一代嘅 PP 咧已經揾唔到啦，嗱佢而家再新嘅版本咧已經係轉咗做 Beijing 嘅啦。咁而家就再揾唔到呢隻咁獨一無二嘅啦嘅全新嘅世界時間錶。咁啊講到功能錶咧，咁啊 PP 最出名嘅世界時間其中之一啦。咁呢隻 5230G 咧係好適合商務人士嘅選擇。你睇佢錶面嘅中心咧，佢用咗呢個深灰色嘅色調啦，好有層次感，但係完全咧就唔浮誇。咁佢撳一下咧，10點鐘呢個位就可以轉時區嘅，撳俾大家睇下。咁啊實用得嚟咧，又帶住一種機械嘅浪漫。撳咧，你聽下有啲嗒聲。如果你中意呢啲低調嘅複雜錶啦，咁呢一隻咧就真係好難避得開，一隻為世界而生但係唔需要張揚嘅手錶。呢一隻係 PP 嘅 5230G， 5隻啦，呢隻係 The Masterpiece 啊，佢係 5131R6啊，最後壓軸呢隻咧就係收藏家級數。佢嘅地圖可以睇一睇下，俾大家近啲俾大家睇下。咁佢嗰個珐琅咧係同樣咧都係世界時間咧，但係呢個層次完全都唔同。你睇佢個錶面嗰啲叉絲珐琅係幾靚。咁個畫師咧就係要先用啲金絲咧圍住個邊邊，然後再逐層燒製呢啲珐琅漆嘅材料去燒製。每一個地圖咧都係獨一無二。戴住呢隻錶咧，唔單止係戴住時間，係戴住一幅藝術品喺手腕。呢種咧真係可以傳3代嘅手錶。咁 5131R6 咧係時間以外嘅價值啊！呢5隻錶咧正正解釋咗 Patek Philippe 點解叫做錶王。如果俾你揀一隻帶走，你會揀話題度爆燈嘅 Cubitus 咧，定係靚到癲嘅珐琅面世界時間？咁留言話我知，我想睇你哋會點揀。